睇咗夜王未啊？你估下今年鄭秀文 V 姐幾多歲？答案原來已經係52歲啊！但係老實講，除咗一啲好情緒爆發嘅一啲場面，你見到佢可能有啲抬頭紋啦，或者你見到佢條頸，但係大部分時間，老實講，我係睇唔出佢係幾多歲嘅。你知唔知鄭秀文嘅凍齡秘密係咩呢？其實核心離唔開一樣嘢，就係膠原蛋白。醫學業界其實一早就已經有研究，醫美、光子嫩膚、IPL 啊、DPL 啊等等非常之多，但係重點唔係有光就得㗎，波長一定要非常之精準。我哋皮膚可以接受嘅能量係非常之有限。唔可以無限疊加嘅。過闊嘅光譜可能集合住好多唔適合皮膚嘅一啲能量光，反而可能造成膚敏感啦、反黑啦、色素沉澱等等嘅問題。其實要做成一個精準嘅波長係靠呢一個嘅 filter， 但係呢個成本又非常之高喎。好多嘅儀器為咗慳呢個成本 skip 咗呢個咁重要嘅 step， 所以咧我哋研發光拉提嗰陣時咧，核心係發現咗3種唔一樣精準嘅光譜，佢哋組合出嚟可以針對細胞層層層咁樣去做抗衰老。我哋第三方報告可以顯示咧，1個小時啫，膠原蛋白可以提升62%，NAD 加可以提升382%。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光拉提嘅話咧，可以 click 以下嘅 link 去了解多啲，或者 follow 我哋，話俾我哋聽你想分析嘅皮膚問題。